各位老師、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國家安全重點領域中，同我哋嘅生活最密不可分嘅一環——生態安全。咩係生態安全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守護大自然嘅平衡，令我哋人類同埋萬物都可以喺一個健康、安全嘅環境下共同生活。生態穩則國家穩。喺我哋居住嘅將軍澳，就可以明白到生態安全嘅意義。放眼整個西貢，呢度四周依山傍海，形成咗香港天然嘅綠色屏障。但係呢一份生態需要我哋共同去維護。記得喺2023年，清水灣半島對出嘅山坡，因為極端天氣而發生咗嚴重嘅山泥傾瀉，山坡夾雜住一啲巨石，滾到去下方嘅行人路同埋大海裡面。呢一幅驚心動魄嘅畫面敲響咗警鐘。生態破壞會直接影響到居民嘅生命或財產嘅安全問題。一旦生態系統失衡，我哋最基本嘅生活保障都會隨之動搖。生態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基石，就讓我哋齊心協力，做好西貢綠色生態嘅守護者，珍惜身邊嘅一草一木，實踐綠色生活。一齊守住國家生態安全嘅防線，令我哋嘅祖國同埋家園永遠繁榮穩定美麗。多謝大家。